大家好，又係我 Freeman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題目，超越咗年齡秘訣嘅一個方法。而呢個方法咧，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年齡逆轉，甚至乎可以凍齡添。咁大家想唔想知？仲需唔需要食 NNM？ 唔需要啦。OK， 咁大家記得睇到最尾啦。歡迎大家嚟到我 Freeman Channel 啦。咁今日我嘅 topic 就係講緊一個凍齡術。呢個凍齡術咧，唔需要靠保健品，亦都唔需要靠任何嘅運動就可以令到自己凍齡啦。咁其實係啲乜嘢方法呢？其實最主要方法就係嗱，其實喺我哋人生裏邊遇過好多事情啦，遇過好多嘅問題。咁我哋有開心嘅，有唔開心嘅。大家有冇發現一樣嘢？當我哋處於一個好興奮啦、好開心啦，甚至乎好輕鬆嘅狀態時候，往往你會覺得時間會過得好快，甚至乎你會覺得你處於嗰個境界係半日，但係原來咧好似自己過咗1個鐘頭咁樣。我會咁樣嘅。我以前咧好中意同啲朋友坐低傾偈、飲嘢等等。咁當我同啲朋友傾偈傾得雀躍嘅時候咧，原來我已經傾咗成3-4個鐘頭，我自己都唔知道。我一睇個鐘，原來已經半夜啦。咁呢一個情況，我相信大家都會去嘗試過，有經驗係咪？譬如我哋同我哋嘅最中意嘅人一齊，可能去睇戲，可能去食飯傾偈，或者大家喺度玩嘅時候，其實覺得呢個時間過得好快。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一個令到你年齡逆轉，或者甚至乎令到你時光逆轉嘅一個自然現象。咁呢一個咧，原來喺心理學裏邊咧叫做心流，係乜嘢意思咧？原來就係話，當我哋處於一個好開心、好喜歡嘅狀態情況之下咧，其實我哋冇理會到身邊，或者冇理會到現時嘅時間嗰個流逝，我哋會停留於喺我哋好興奮、好開心、好雀躍嘅狀態裏邊。咁而呢一個咧喺大腦裏邊就會有一個靜止咗嘅成長狀態。咁呢一個咧就會叫做心流。咁而喺呢個靜止咗嘅狀態之後咧，其實我哋嘅年齡啊等等咧，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唔會去衰老啊。咁另一樣嘢，好似舉個例啦，我哋如果喺一個唔開心嘅環境上邊咧，舉個例，當我哋隻手放喺一個熱爐上邊 ，OK， 咁會痛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喺熱爐上邊5秒鐘嘅時候，你已經感覺到好似過咗成個鐘頭咁樣。唔知大家有冇認同咁呢樣嘢？當我哋有呢個情況嘅時候，個時間就去得好快啦。個時間去得好快嘅時候咧，我哋嗰個成長速度咧就快咗好多。咁呢件事咧，其實反而就會令到我哋個老化或者係速度咧會加快咗。咁呢個亦都係唔想遇到嘅事。所以咧，其實我講呢一段話，我哋去感受嘅每一日，我哋都會有好有唔好，有開心亦都有唔開心。我哋每日嘅工作啦，甚至乎遇到嘅所有問題咧，我哋都需要去靜心地去睇下。究竟我哋應該企喺邊一個立場去諗？人生出咗嚟一個好漫長嘅階段，由我哋一出世到我哋老年嘅時候，呢中間嘅過程裏邊，其實我哋有冇感受過？我哋可以將個重點放喺邊度？往往好多問題或者好多新聞睇到嘅時候，會唔會佢哋嘅重點或者佢哋嘅諗法、意識形態係放咗喺唔好嗰邊？例如係痛苦啦、壓力啦，甚至乎沮喪啦，呢一啲嗰個層面上邊，而去循環不停咁 loop 喺呢一個位置，咁佢哋出現咗反射人格嘅情況之下，佢哋嘅出咗嚟嘅行為舉止。但係調翻轉，如果我哋企喺一個，我哋將個重點放喺一個好興奮啦、好開心、好感恩、好豐盛嘅狀態嘅時候，其實相對地，你嘅心情、你嘅心態等等都會有另一番景象，會係一件好嘅，係令到自己每一日都過得舒服、覺得開心。其實另一個例子，大家可以試下，就係當我哋將2棵植物，同樣嘅植物放喺同一個空間上，每一日你會同其中一棵植物講，你又醜怪啦，你又肉酸啦，你又容易凋謝啦，又吸收唔到水分啦，等等一啲負面嘅情緒、思想全部注入喺呢一棵植物上面。反觀你將你一個好開心啦、好興奮啦、好感恩啦、讚佢啦、愛佢啦，將呢啲嘅說話每一天都同另一棵植物講，對住佢講，其實佢哋係聽到。自己認識裏邊所有嘅物品、物件、空間，不論佢係死物，不論佢係植物、動物、人類等等，全部都有能量。當你做呢個模式嘅時候，當你做呢個實驗嘅時候，當你試下1個月裏邊，你睇下佢哋呢2棵植物出嚟增長模式會係點樣，佢哋個樣子會點樣，你睇完就會知道我今日所講嘅嘢
全部都係有根有據。所以就算好似我哋而家湊小朋友啦，甚至乎出嚟社會做嘢嘅時候，往往我以前都會帶住某程度上我都帶住一啲負面嘅情緒。當我開始有醒覺嘅時候，會知道原來係可以逆轉嘅，所有嘢都係可以逆轉嘅。意識形態係由你心創造出嚟，所以而家我都會係將一啲好嘅嘢啦，將一啲開心、興奮、豐盛、愛聽嘅說話，甚至乎會企喺一個正面思維上去諗而家呢個狀態，而家呢一樣嘢，其實所有嘢都係一個舒適圈上邊。究竟我哋維持住而家呢一種嘅生活模式啊，定係應該去跳躍去揚升第二個層面上邊，令到自己更加開心、更加舒服，你身邊嘅人更加好呢？呢一個係大家可以考慮一下。而喺今日我想講嘅凍齡術啦，甚至乎係一個抗衰老延緩，都係以你由心出發去行出嚟嘅第一步，好冇？嗱，大家覺得係可以幫到大家嘅，請大家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。咁嚟緊呢，我亦都會講甚至唔同嘅 topic 啦，甚至乎可能會講緊一啲簡單嘅一個令自己開心嘅一啲方法喺入邊，好唔好啊？今日多謝大家先 ，thank you。